金龜村而家做晒都係度假區嚟㗎，好多民宿啊！頭先喺村嗰度咧，撞到對啲上年紀夫婦咧，佢直情搬咗嚟住咧，過退休生活。呢度 OK 㗎，呢度正局，與世無爭。
昆棚徑15段，消閒式，冇乜難度啊，就5.2K， 全部都係7K 幾嘅啫。咁可能加埋入去嗰條路咧，我諗都係唔過10K。秋天天氣最好，因為唔凍唔熱。不過今日啲風大，入咗嚟呢個林咧，就感覺唔到啲風大，一出返去咧就覺得好勁嘅啲風。前面有個艇啊！你已經徒步5公里，耗時1小時44分，最近0.5公里耗時13分50秒，累積爬升374米。插旗山啊，講下嘢，較長咪海灘嚟嘅咯，嗰度咪大鵬灣咯，對面大鵬灣大鵬古城對面咪較長尾咯，都海灘嚟。再去咪楊梅坑咯，一樣有洞子。這山斜㗎都，小心啊！你跌唔係問題，最緊跌下低嗰兩個俾你打波嚟。我掹一齊就放生，我掹就先。一條繩就係。條繩掹你一線咧，隻手燒手，你手就自動放啊！叫我揸真係好緊係。係啊，你識搭條繩就放生。哇！喺度。條路都斜嘅，
如果冇啲繩都幾麻煩。行慣咗就冇問題，唔慣嗰啲咧，分鐘咧一棘咧有排碌。改选路线，改路线呢？就不去那个山那个马来亚。就開0T機啊，0T15。南海波动的涟漪，荡漾着梦想般的美丽。夜幕里红的灯火，点亮了梧桐山，旭日朝晖。莲花山上的雕像，让多少仰望目光在凝聚。大街小巷的杜鹃花，盛开着一绵绵无形红旗。深圳啊，深圳，国际大都市，世界的风云被你牵引。深圳啊，深圳，我们的骄傲，像宝石闪耀在深筑大地。深圳啊，深圳，国际大都市，世界的风云
被你牵引。深圳啊，深圳，我们的骄傲，像宝石闪耀在神州大地。深圳速度的丰碑，让一部中华历史在改写。春雷春雨的洗礼，激发了我们创业豪情。站在潮头的深圳人，有多少青春热血在奔涌？中国梦，年轻的脚步啊，川流不息，只争朝夕。啊，深圳啊，深圳，国际大都市，世界的风云被你牵引。深圳啊，深圳，我们的骄傲，像宝石闪耀在神州大地。神州大地。上山咧冇嘢嘅嚇，今日我跟咗班30友啊，呢個叫做狗啊。你知唔知嗰條間有嗰啲吸血蟲啊？哦，係咪喺蚊下邊？蚊就唔怕，都吸血蟲啊！都好似着牛仔褲嗰啲有咧。係啊，都有啊，係啊，着牛仔褲呢？依家请你进入重点防火区域，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。区内严禁吸烟，严防私人火灾。
立即出发，注意